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进入待降节第一主日，11月30日，这条河经过的地方，待降节的灵修，预备聆听。如果你使用待降花环，请你可以点亮第一根紫色的蜡烛，安静片刻，让这句这条河经过的地方都有生命引导你的注意力。我们一起用敬虔的心来阅读以西结书47章6节下到12节。后来，那人就是天使，带我回到河边。我在那里看见两岸有很多树。他告诉我，这条河向东流，经过约旦谷，进入死海。河水流入死海，会使咸水变成淡水。这条河经过的地方，会有各种生物和鱼类。河水使死海的水新鲜，水流过的地方都有生命。从隐基底到隐以格莲，海边会有渔夫在晒渔网。死海会像地中海一样，有各种鱼类，非常多。但是沿岸的沼泽和池塘的水仍是咸的。这条河两岸会有各种树木生长结实，可做食物。树叶永不枯干，树也不断结果。每个月都会有结出新鲜的果实，因为这些树是用圣殿流出来的水灌溉的，果实可做食物，叶子可做药材。我们用敬虔的态度来探索跟深思。这条河经过的地方都有生命，这句话如何触动你？河流让你联想到什么？以西结得到这个意象时，已经被掳流亡巴比伦，他的祖国和上帝的圣殿已成废墟，生活和敬拜变得艰难，甚至几乎不可能。以西结挣扎要如何在破碎纷扰的世界中鼓励他的人民忠心跟随上帝。上帝并没有应许迅速而容易的复兴，相反的，先知得到如上帝所见的未来意象，鼓励人即使在流亡生活的混乱中，仍然怀抱着盼望生活。我们今日也生活在一个破碎而纷扰的世界和教会中，我们也挣扎要如何
忠心跟随耶稣。以西结的意象沁人心扉，可惜我们很少听到它，因为少有人阅读这本先知书。这个意象始于圣殿，它是在地上上帝临在的象征。以西结看到水，生命不可或缺的要素，从圣殿流出，成为土地里一条浩瀚的河流。当天使带以西结沿着河边回去，他看见这条河经过的地方都有生命。死海那停滞不动的水变得清甜，充满鱼群，吸引从隐基底到隐以格连的各族子民，也就是从东到西，包括所有的人。树木茂盛生长，每个月都结出新果。他听见天使说，果实可做食物，叶子可做药材。我们不能创造这条河，也不能催促或操控它，我们只能等候，信靠耶稣，让他引导我们到生命的水泉。在启示录7章17节，我们能做的就是沿着这条河，紧跟在我们的向导耶稣身边。这段经文中有什么引起你注意？有什么让你感到惊讶？有什么给你希望？让我们用祈祷来回应。主啊，求你使我与这条河亲近，使我有生命，也将生命带给我今天遇见的每一个人。阿们。活出顺服，跟随生命之河。